有啲肚餓咯喎，不如出去食啲嘢咧。現在凌晨4點多了喎，外面還有營業的嗎？大把啦，呢個鐘數食完翻嚟瞓個烏龍覺正啊！老細，整2個牛肉腸，2碗琴渠粥，再整個炒粉啦。炒粉撈粥正啊！哇，這麼多人啊！你們廣東人都這麼早起床的嗎？起咩身啊？嗰班友肯定係未瞓覺過嚟食宵夜啦。現在這個點還有夜宵啊？在北方晚上8、9點都關門啦。現在這個點在北方食早餐啊都。呢個鐘數喺廣東食宵夜幾咁正常啊？廣東人食宵夜一般都係凌晨12點打後到5、6點噶啦。廣東人晚上都不睡覺的嗎？瞓，只不過一講到食宵夜，幾夜都去啊。那這些宵夜店每天都營業嗎？梗係啦，有啲店咧就專門做宵夜，夜晚先開嘅；有啲咧就24粒鐘都開嘅。廣東人為了吃夜宵，真的還挺能熬夜啊！廣東嘅夜生活越夜越精彩啊！哇，那個老伯都一把年紀了，那麼晚還出來吃夜宵，在廣東熬夜真的不分年紀啊！一睇嗰個阿伯就真係啱啱瞓醒過嚟食早餐噶啦。吃早餐？那我們現在是夜宵還是早餐啊？